大家拢知影讲，台北的西门町有一条电影街，62代西门町迄当时有100多间的电影公司，10多间的戏院。戏院外口的宣传海报拢是人工画出来的。国家电影中心甲视听文化中心今日甲这挂海报重新出版，希望互民众了解到台湾电影产业的历史。一张一张手画的电影海报，详细甲看，每一个人物的细节拢画甲真有路。伫印刷也无讲解兴的年代，电影海报画师就爱甲一出电影的精神抓好准。在这些海报底下，它一定会让你很清楚的看见明星的肖像，以及呢隐藏在背后跟这部电影的片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相关联的一些戏剧上的情节。所以呢，要在这小小的一块画布底下，把一个电影的精彩的片段，包括当然最动人的一些剧情上的描述，都透过一个海报传达出来。它其实是一个袖珍的宝藏。伫电影界真有代表性的海报画师陈祖福先生，伫西门町出世，今年已经95岁，规世人画过海报将近5000幅。回顾伊的作品，嘛等于是看透过1960年的电影时代。首先，你看见这个海军帽的时候，你或许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台湾文化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受到那时候的不管是石原裕次郎或者是小林旭，他们那时候对海军形象的一种迷恋，对水手服的那种深情的眷恋，在台湾拍台语片的公司渐渐的都多起来了。那么他们一般都是根据日本时代的这个故事或者是小说来改编的比较多啊。他们日本味很重。古早时的手画电影海报是台湾真宝贝文物，即阵透过较外近少年人的画册甲红仔图等各重现，带大家回顾当年精彩的台湾电影。但作为嘛讲，大家若对这影片有兴趣，欢迎行一转国家影视厅中心，进一步认捌当年台湾电影的手路甲表达方式。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